而上，右为阴数，4286，逆行而下，午在中央，以1合6为水，3合8为木，7合2为火，9合4为金，5为土。以成交互之则，1与4，3与2，7与8，9与6，皆成5，即中央所得之数也。故卦8而数9，中数暗藏，明卦之体不见，而寓于用也。乾用9，坤用6，未用之最大者，以阳极于9，阴中于6。9、6为乾坤之用，即权益之用，故以9、6代卦之用。9与6合为15，成中央土数，即体也。体以用见，故乾坤以下各卦之用，皆为补，不为其体。体义而用书，八卦各有其用，而体则一。五在中央，名为中数。中者天下之大本，八卦皆自此出，万物皆归于中道。此数之妙，亦气之所存也。数以计气，气行无垠，周流无息，而不离其宗，即永系于中也。中之气，先天之真，八卦之气，两仪之象。八卦有物，故气有二，而成生化；有升降消长，而成变化。真气无形，独居中央，无动无变。八卦有名有数，中气无名，而数以用成。此即夫一本合图之象，治卦象也。卦八用9，而不以9卦者，谓是中气之先天，而有异乎他物也。然有物，则有此气。卦虽八，而中气仍在，其妙亦可见矣。后天八卦之象，方位次序，均与先天异，以先天之以变也。其象本于洛书，而成二五交错之用，故离上坎下，正东对西，干居西北，坤处西南，巽在东南，艮以东北，离阴而在上，坎阳而就下，正木在东，如日之出；对金在西，如月之升。乾以金而连对，巽以木而接正，同类相亲也。坤以地而守南隅，艮以土而归北角，土气分布也。阴阳皆交互以成生化，五行有生制以为功用，以其后天之象，必由二五之交错，气数之升降往来，而后见其生化，成其功用也。2BJPG 由八卦之序数之，则为乾、坎、艮、震、巽、离、
坤，兑，循环以行，牵引以用，而其本数，则谓坎一，坤二，震三，巽四，乾六，兑七，艮八，离九，其是仿若书也。坎为一，自下始，左右皆由下上，阴阳皆交互行，不似先天之左上右下，左阳右阴，两相对待，而谓交合也。后天之象，在生化之后，本已交合，故气味同化，数为连生，自坎至巽，谓左之四卦，自干至离，谓右之四卦，其数原以1、2、3、4居左，6、7、8、9居右，而其中2、8易位，坤艮一方，故左则坎一，坤八，震三，巽四，右则乾六，兑七，艮二，离九，已成后天之数，合乎洛书者也。洛书之数，二在西南，与七连；八在东北，与三接。正符合图之数。二七为火，转为金；三八为木也。故后天卦数，下则坎一与乾六合，上则巽四与离九合，金水为衡也。左则坤八与震三合，右则艮二与兑七合，木火为纵也。已在后天金火易位，便为水火上下，金木东西，而巽木人连正，干金人皆对，离与坎对，水火相交，坤与艮偶，土地分化，土为四季之旺，分布于四行中，故土在后天的时最多，已成生化之本也。水火既济，则万物以生；雷则归昧，则万物以化。有地山之谦，以行其理；后其德，则万物以成。而后天之用可见也。且以干六与巽四合时，则天风构之象，是气之构律也。以坎一与离九合时，则水火既济之象，是气之交际也。震三对七一合时，坤八艮二一合时，则谦与归昧之象，是气之通贯和好也。气皆交合，用乃宏大，数皆错列，功乃周密，而体以用见，神以功明，则中数之5与10，仍存其中矣。此后天八卦之象，全本乎洛书者也。宗主父主，气之于天地间无一时息，人物资遇，事故资变，莫可纠结，而莫不周回围绕于一道，是即气之中也。中气如是之助，各才皆以之而纵横未用，
无助则不能治其用。万物万事之于中气亦然，然助之为物，人所见之，中气无形，人莫闻睹，此其先后天之变也。中气先天，不因物生，而物由生焉；不因事变，而事由变焉。物事之生变，皆中气主之，而人不见中气，只见物之生，是之变也。夫既谓之主，则其重要可知；既不可见，则亦为人乎可知。故圣人谓义以明其相，以可见者是人，而得其不见；以义明者告人，而求其难明，则义之教也。卦象有象外之象，卦用有用先之用，必自所始终而会通之，合阴阳而同一之，以尽其先后天之象，而后中气即可见矣。盖中气非物事，而不离物事。若舍物事，则中气无可得；若拟物事，则中气亦无可探。必自物事溯其本末内外，而后得之。此即象外之象，象中之象也。非通乎象者，则不有所望，必有所执。望与执，皆失之。故习义必求其通，而余象必穷其本。八卦也64卦也，皆以此中气为本，皆因中气而通其用，不问其为何意也。此言亦必于此深切求之，不以为烦也。述甚讲述，益州亦一书。文王所本于连山归藏者，而复推演其变，以与伏羲之作相正也。故卦象不异，而序异焉。文王64卦序，虽参无错综，往复循环，与本宫本卦序异，而人不辨其宗。宗者，伏羲八卦之序是也。伏羲八卦为各一根本，无论何意，皆由其序而推演之。故连山归藏周易三者，其所宗皆同，即本宫本卦，即6日7分，12辟卦之序，亦自伏羲卦序所变，出无异也。其所异者，为其用耳。用者合于时宜，服于人事，本于天道，悉于鬼神，而无间隔也。故下有连山，上有归藏，周有周易，时之书也。有天地之序，日月之度，岁时之历，人物之身，幽冥之道。不相谋者，则卦用以变。故有本宫、本卦、6日7分、辟卦之意，即夫纳甲、纳辰、纳阴、运气、战后之差也。盖卦以象物事，物事不一，
则卦用不同，而卦之为卦，人指64，其应于变者，唯有一其序，序异则用书，虽卦同，而位象不同，故各序皆有其象，以致其用，非重复也，亦非别有他意，而异于伏羲文王之治也。伏羲之治最古，时事简朴，事务纯审，故为序者少义例，以不用也。地降而时于事义，物凡事多，则必推其变以穷其用，而后续之义例日加，谓义亦日重，此自然之理也。苟有贤者，能通其变，则卦序犹可推演之以应于用，亦如文王之变连归为周易也。故周易者，文王之治，周代之作，未复有周政教之用，应当识事物之变也。三代之政教集于周，故夫子山定以周易为主。周建二代，崇武帝，明周之作，即足盖以上之治，取周易，足以窥各易之用也。然周易之序，序周时之政教，应事物之变者，以后有所传者，亦可以辅周易而广其用，非仅限于周易也。故于各序之例，有由来者，亦宜习之，以广义道，而神变化，此故夫子之为义也。本宫之序，以乾、坤、坎、离、震、巽、艮、兑，相对之卦位次，如干本宫卦，一是未构，二是未遁，三是未否，则变于坤；四是未关，五是未包，皆坤卦所变；六是由魂未尽，则干附于坤；七是归魂未大有，则干反于乾。自本卦至三世，属本宫所变；自四世至五世，属对宫所变。六位附于对宫，故曰游魂，言在外也。七位反于本宫，故曰归魂，言归本也。此本宫之序例，以本位与对位，相生相变，次第已成。七事而终必有始，往必有复，故三变而易对宫，七变而还本位，与其本卦成一宫。八卦虽属一宫，以见交错往还之象，非纯一宫卦也。盖既有生化，必有阴阳，阳合于阴，阴交于阳，生化始成，阳还于阳，阴还于阴，循环始见。本来天地万物生化，故如是也。故卦序象之，其异乎周易者，则所交错往复，仅限于相对二宫，而不及他卦。
故其所向者，先天出化，万物始生。二气出调，五行未杂，其变简，其气纯。与周易之错杂循环者异矣。且本宫之序未纵，周易之序未衡。本宫八卦，为一宫卦数，而不连他宫卦，如干宫各卦，皆属金，纳甲纳辰，皆同乾卦，唯有浑属艮，归浑属坤，不同乎乾，以其气变，数异义也。气变则改其情，数异则疏其名，此必治者也。然其大用，人不离其宗，故所取者，人本宫内之所合卦，如进取艮，则遁卦之所合；大有取坤，则否卦之所合。故二是三世之卦也。夫卦在后天，以下卦为主，而本宫卦以上卦为先。如钩卦干上巽下，不从巽而属乾，则以卦之变自下始也。干之变出爻为阴，则成巽，而构卦出，故以下卦名变也。二变则为艮，三变则成坤，四以后所变者，上卦各爻，故反以对宫为主，而坤不动也。气七变归浑，而始还于本来，而后天之用见。如大有一卦，乾在下，与前一二三世相符，而干卦之气乃完，生化循环之用乃尽，其序之次第，皆自然而然，亦由天地生化之序也。我也没说，为什么这样？那个干粮，干啥？
啊，啊，哇！哦哦。